接下来请收看中嘉新闻。你好，是今日欢迎收看8月2号的中嘉台南电新闻。有伫东区的巴克利纪念公园，因应天高的疫情，对7月2日开始，封园自称已经要2礼拜，因为这期间拢无新的增加病例，显示疫情已经得到控制。不过为了慎重起见，市长委托上午率领防疫相关的局处再次集中视察，预计5号得当正式对外开放。为了避免天高的疫情扩散，巴克利公园封园进行防疫自称2礼拜，到8月4号就将届满。市长黄伟哲伫开放进前，为了慎重起见，特别率领防疫相关局处集中视察，确保市民无受到天高的疫情威胁。其中针对园区的树坑，干务局用水草擦的，同时修正树基的做法，表达肯定。那我相信用这个水草，第一个比较环保，第二个事实上比较不会有这种让环保团体、保育团体他们觉得没有办法接受。第三个又可以把真的这个树洞给填住，不会让蚊子在里面因为树洞积水在里面产卵产生孑孓，所以说这是有帮助的。那我们也希望说借着这样的方式能够跟环境比较友善。那这样子的像这种树洞的填除，都感谢环保局、公务局他们的人员，还有卫生局人员让这样做这样做是比较填得很扎实啦。经过一年的巡查以后，并无发现有天高这病媒网，只有清除的树木甲草坡。多中市长面对前来关心但市天高的疫情的电视台小小主播，嘛予以回应伊的提问。希望伫有效自称病例数无搁再增加以后，21号就渴望暂时解除疫情的危机。那我想问一下，就是现在这个公园，刚才听市长您讲，就是已经有在做清洁，那整体的开玩笑，我们封闭很久了呢。那整体的这个登革热的疫情有持续下降吗？我们现在目前为止已经慢慢控制住，那但是还距离登革热的疫情解除还有一段时间。根据法律，我们还要等到8月中以后，8月21号才能够解除。如果8月21之前没有新的病例发生，就可以解除登革热疫情。根据卫生局表示，巴克利公园伫7月22号封园以后到今，并无新增加的病例，而且过程当中，民众甲游客嘛相当的配合，经过劝导，并无违法进入去公园的代志。市府表示，8月5号开园以后，欢迎所有市民来公园休闲，不过也是要做好防网的准备。台南新闻管制何秋芳采访报道。台南市幼儿教育配合中央少子化对策，持续提升公共幼儿园的数量，扩大发放幼儿津贴，加推动准公共化幼儿园。对此，教育局预估每档有4万幼儿受惠，预计110年并计公共化比例嘛将达到50.4%。为了让市民知影幼儿教育甲津贴等福利的重要政策，教育局长陈新辉亲自召开记者会，说明市府伫有限的资源配合中央少子化对策，持续推动减轻家长负担的3支箭，包括提升公立幼儿园甲非营利幼儿园的加速，扩大发放幼儿津贴，以及推动准公共化幼儿园。希望创造幼儿家长、教保人员、甲幼儿园以及政府五赢的局面。第一个，大家会想要提高所谓公幼以及非营利幼儿园这样的一个加速。那我们在这4年，那我们总共呢，那么会增加的大概有40班，那么1102个名额。那么另外第二个部分呢，就是育儿津贴，我们是扩大从0到2之后呢。那从8月1号开始，6都是2到5岁再扩大发放，所以家中那么只要你的孩子那么不是送到那个公共化的幼儿园的，那么另外也不是要排户的对象的，你都可以呢向区公所来领取
这个2500的育儿津贴，如果你是第3胎，可以领取3500。第3件呢，就是我们公私协力呢，所谓准公共幼儿园。那这个部分，台南市虽然参加的元数是只有60元，大家会觉得是不是太少？其实我们帮他留意一下，台南市平价幼儿园呢是非常多，因为台南市是最早提教保券的一个城市。当然，其中准公共化幼儿园，因为业者过去拢犯了政府的政策敢会延续，或是监督控管的机制，或者幼儿园积极也来观察。不过，上午幼儿教育发展协会理事长真有信心，相信看到政府的决心会持续加进。发现其实也还不错嘛哈。其实准公共化幼儿园没有我们想象中这么的排挤这样子的一个幼教的一个生态啦。那其实我们也非常的开心，能够说也有这样子的一个提高老师的一个薪资的一个待遇哈。那也能够减轻家长的负担，这是最重要的。其实园所也是希望能够减轻家长的负担。联会到例会是校局负责宽限，另外2会到5会则是教育局。会中2局联合召开记者会，再次呼吁符合资格家长8月1号开始，得当到幼儿户籍的所在地区公所来申请2500到3000的津贴。台南新闻管记何乔邦采访报道。停办6档以后，再度举办的全国商圈好店活动，今年起全国2000多间商圈店家报名比赛，其中台南市总共42间得奖是全国上多。议长郭信良上午特别颁奖表扬，希望政府甲民间共同拍拼，带动商圈赚观光财。由经济部、中小企业部甲中华民国全国商圈总会办理全国商圈好店的活动。今年总共吸引2000多间的商圈店家参赛，台南市90间报名，得奖的有42间。经营项目对小吃、住宿、手艺材料行、分析到观光工厂、餐厅拢有。上午由台南市议会议长郭信良也特别颁奖表扬。这些好店以后，就希望能够带动整个传统的小吃，也能够让我们台南市的经济一大的助力。毕竟要经过了全国评选，会当得到42家，这样好的公园呢，真无简单。最后，信良家有奖所有咱的店家、你们的小吃、你们的手工艺品、你们的商店能够生意兴隆，我们台南市的经济能够蓬飞发展。出席颁奖大会，还有立委陈廷辉、市府经济发展局长郭阿梅，甲全国商圈总会长胡生浩，以及多位议员拢到场出席。现场嘛有店家准备的伴手礼展示，甲商品的试吃，互更侪人分享着因得奖的欢喜。台南新闻林根采访报道。安平开台天后宫8月1号举办新年主义交接典礼，邀请市长吴伟铁等侪侪贵宾甲友公共同来见证这个重要时刻。会中新年主义罗友礼表示，伊对细汉到大汉一直受到妈祖的保庇，所以袂当推卸这个责任。未来嘛将继续发扬妈祖慈悲为怀精神。安平开台天后宫第12届主任委员交接典礼1号暗时盛大举行。典礼当中邀请台南市长吴伟铁、民政局长颜金彪、安平区长赖清竹、议员罗坤福、蔡淑惠、周丽珍、蔡小薇以及庙内立干书店贵宾共同来见证这个重要时刻。新年主义罗友礼表示，责任主义是一大重担，不过伊袂当推辞，会继续发扬妈祖慈悲为怀精神。我来接受这个安平天后宫的这个主委一方面我实在是足狂欢的，因为这个责任实际上是太重的。但是呢，因为咱妈祖这个慈悲为怀的这个精神伫我家己感受到从我细汉受到妈祖的照顾，到我即阵所以我来接这个职务我是袂使推辞的。我会寄望就是讲伫我这个任内希望咱的代表和委员大家跟我共同互我力量，甲咱的安平天后宫伫安平，互伊发光发亮，伫咱
这届任内呢，咱的庙务我一定要求到全部的透明，互人知影咱天后宫是咧做啥代志，咱到底是要安怎佫踏出一步，来弘扬咱妈祖这个精神。受邀请出席观礼担市长黄伟哲表示，安平开台天后宫具有特殊历史意义甲贡献，是无多被取代。未来将全力配合陆主委的建议，协助推动庙务。未来咱开台天后宫咱的师傅一定是以咱将哥的意见来指导阮一定全力来到配合。用心认真，因为咱这个开台天后宫的历史的意义、文化的意义，我想无法度这个人袂当轻轻彩来甲取代。市林主委罗友礼伫交接典礼上颁发顾问评书甲李干事的证书，期待未来联合大家团结力量，将妈祖慈悲为怀精神继续发扬。台南新闻张伟忠采访报道。先休息一下，马上回来新闻现场。消灭登革热，仔细清扫，立即做。饮水机水盘若有积水，要倒干净。花瓶旧水倒在土壤中，可以避免再次积水养蚊。花瓶底部、盆栽底盘要常常刷洗，避免蚊卵附着。不使用的水桶记得倒质量干净。别忘了食蚊鱼也是消灭孑孓的小帮手哦。防治登革热，清干净、倒干净、刷干净、晾干净，大家一起来。欢迎你和我一起来收看《非读不可》，台南爱读册。8月3號、4號兩天，在台南文化中心首演的台語音樂劇《女人心》在下晡進行彩排。會中市長黃偉哲、文化局長葉澤山甲同名主題曲演唱歌手葉歡，攏前來為演員加油打氣。會中並且有農協會甲民間團體共同做公益，作為關鍵物資和社會慈善團體。為了促進異業的合作。感謝在地民眾對本土戲劇的支持，台語音樂劇《女人心》的製作團隊特別發起進劇場做公益的活動，由萬里多媒體公司認購演出的票券，和台南市農協會甲原住民發展協會邀請本土劇的粉絲甲歌手散布伊的歌迷，做伙進劇場來看戲。在這部戲裡面呢，我們又有戲劇的表演，但是我很高興的。能夠為這部戲，我演唱了同名的主題曲《如離心》。這出戲呢，會當講自頭到尾，差不多大部分都是用台語發音的，所以真正真不嘛，咱會曉聽台語的，會曉講台語的，愛台灣的，喺台灣這個土地的朋友，邀請大家入來到劇場。甲阮做伙來思念，為上帝創造以來，從來攏唔捌改變，上介水、上介美麗女人心。我覺得其實這個女人心，我們看了那個簡介，以及看到欣賞到今天各位演員的一個才藝，我覺得從女人心的這樣子的一個溫馨的舞台劇的這樣子的一個詮釋，會更貼切。那我想再次祝福我們的演出能夠順利成功。將伫8月3號、4號兩天，伫台南文化中心首演的台語音樂劇《女人心》，有賣這個本土劇演員跨界來演出，包括藝人方心、蘇燕佩、王建富，甲劇團財主吳定謙等人主演。而受贈單位嘛特別捐贈一批相關產品，予財團法人伊甸基金會甲創世基金會。和在地資源忙嘅分享，予更多社會福利團體，創造藝術、產
产业甲社会福利三赢的局面。台南新闻林根采访报道。108年台南市议长杯群星飞舞舞蹈观摩比赛8月4号将正式登场。该比赛透过议员带社会看线，第二回召开活动记者会，包括议长郭新良以及侪侪舞蹈老师拢到场为比赛卖力宣传。为推广台湾的舞蹈文化，108年台南市议长杯舞蹈观摩赛8月4号将伫台南东东宴会市场来举行。预计将吸引500名北中南爱跳舞的朋友，做伙伫台南以舞会友。上午透过议员带社会的看线，包括群星飞舞舞蹈协会理事长王英忠，以及今年拄出炉的台湾小姐谢依洁、亚洲的网红田帅歌手等，拢亲临会场为活动来推广宣传。我们台南市议会也很谢谢我们郭信良议长。结合了这样的一个盛会，所以我们也结合了王老师跟各位老师举办了一个议长杯，希望说借由这样的一个舞蹈协会、舞蹈的那个嘉年华会，带动我们全民的一个运动。所以希望也借由今天的记者会，欢迎所有我们台南市的乡亲，8月4号事实上可以莅临来参观，给我们不管是歌手、我们的台湾小姐，甚至我们所有的表演团体，给他们这个最大的鼓励。会中出席的还有侪侪舞蹈老师，包括庄雪香、汤维淑、加陈素月等团队热情参与，并且带来一连串的舞蹈表演，邀请市民朋友到场参加，为舞蹈者来加油打气。台南新闻郭文志林根采访报道。根据去年上新的癌症登记报告，女性癌症的第1名犹原是乳癌。医生表示，真可惜的是，台湾的女性不管是无闲无注意，还是听讲摄影检查的业价足痛，所以检查率无够4成。加上有人是只做超音波，有人是只做乳房摄影。对此，医生建议，其实2项拢检查，才保险才完整。医生偏偏是女性，想了解女性的想法甲需求，特别伫乳癌犹原是女性第1名的威胁之下，政府阁有免费提供乳房摄影的筛检，但统计起来，台湾女性却无到4成的检查率，徛伫防治乳癌的角度，医生嘛感觉相当可惜。国民健康署有为台湾40到45岁以上的女性提供每2年1次的乳房摄影，但是呢，国人常常会因为害羞或是听说乳房摄影很痛而没有进行这样的检查，这是非常可惜的一件事情。那其实呢，只要我们选择适当的时机，例如在月经结束后的1周内检查，那本院呢使用的是新型的数位型的乳房摄影，其实疼痛感也会大大降低。那大家不要害怕。其实来做一个乳房摄影检查，可以消除你很多不必要的烦恼。不过，到底要以乳房摄影还是超音波的检查为主？医生建议，因为2项各有优缺点，会当互相弥补，所以建议2项拢做才保险。乳房摄影和乳房超音波是完全不一样的2种检查，没有谁比较好，也没有谁比较不好。基本上，他们2个人的优缺点是正好可以互补的。所以呢，完整的乳房检查其实也都是必须要乳房摄影加上乳房超音波，才能让所有的病灶被我们统统抓到。医生呼吁，乳房检查唔通只做一半，白白错过保护女性健康的好机会。台南新闻郭文志林根采访报道。新闻最后赶快来关心详细天气变化。明仔是这份地将准好天气，温度27度到32度，落雨几率3成。海面平均风力4级到5级，上大阵风6级。介绍收看8月2号的中嘉台南电影新闻，我是郭文杰，咱再会。